好，大家好，我係禮賢會萬帝堡長者鄰舍中心開嘅呢個水彩畫班呢，已經約莫有7年嘅時間啦。我哋一班嘅同學非常有興趣繼續呢係跟我學水彩畫。水彩畫呢，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學，但係又係好難學得精嘅。所以咧，我就盡量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係教一班嘅年青嘅長者去掌握水彩嗰個嘅奧妙嘅地方，可以咧用最短嘅時間咧就學識點樣畫水彩畫。我哋嚟緊嘅課程咧係4月開始到5月，希望大家咧就踴躍報名。